銷量激增300%， 2800美元，用1年就回本。中國迷你電動挖掘機喺歐美賣到癲咗，低油耗、噪音細、慳錢又環保，性價比200%。前段時間一頂帽加埋風扇，成為咗美國線上平台走紅嘅太陽能風扇帽。一把遮設定咗噴水霧模式，變成咗中東地區嘅流行款。而最近中國嘅迷你挖掘機又鎖定咗鬼佬地嘅花園經濟，成為咗海外嘅爆款全能神器。大家好，點讚、訂閱、加小鈴鐺，俾你用唔一樣嘅視角讀懂中國故事。8月23號，美國 Electrek 電動汽車網站發佈咗一篇文章，原題叫《中國迷你電動挖掘機出乎我意料嘅5種用途》。文章入邊係一位美國後生仔自己對中國迷你挖掘機嘅使用體驗。最開始佢以為中國產嘅迷你挖掘機就係個好玩嘅玩具，然後就使咗幾千美元買咗一台。可實際用完之後，佢先發現呢部機器遠比想象中能幹。而家佢日日都喺個人社交平台上分享使用日常，屋企種樹種地完全靠佢。而佢嘅分享亦都好快掀起咗討論。唔少美國人好奇中國點解可以做到又好又平嘅小機器。而有調查顯示，超過一半嘅美國人仲喺度用緊老式燃油設備。而睇到呢台迷你電動挖掘機嘅表現之後，紛紛覺得自己嘅設備有啲落後啦。迷你挖掘機嘅超預期用途一個接一個，譬如佢父母要俾新花園開灌溉溝，以前用鐵鏟埋頭做足一整日先可以完工，而呢台小挖掘機1個零鐘頭就搞得掂。種樹苗更加係效率飆升50棵樹苗，原本要全體人員出動忙足一日，而家靠小挖掘機好快就可以種完，挖嘅坑又直又深，仲唔會損害樹根。本來覺得冇可能咁高效，但係實測之後係真係驚喜。而搬運嘢都係意料之外嘅驚喜。有次需要向貨車上裝有機覆蓋物，麥卡試着用小挖掘機嘅鏟斗去裝，冇諗到格外順利。雖然呢個並非機器嘅設計功能，但佢做起嘢上嚟卻比人工快得多。最令麥卡意外嘅係平整土地，喺地下全部係樹根嘅區域放集裝箱。本以為要請專業大型設備，結果呢個小家伙竟然都可以完成工作。雖然平整後嘅地面唔算特別完美，但完全可以穩穩咁放低集裝箱。更驚喜嘅係呢台迷你挖掘機仲可以臨時吊重嘢。儘管說明書上冇標注呢項功能，通過小型操作發現完全可行。朋友睇到之後都唔敢相信咁細部機器可以扛得起咁重嘅嘢。有次鄰居路過見到佢用機器做嘢，於是即刻追問購買渠道，話自己屋企裝修啱好用得着。而家多數美國人開始轉用呢種小挖機，核心原因就係唔燒油、噪音細。就算放喺車房入邊啟動呢，都唔會冒黑煙青人，比老式燃油機友好太多啦。價格方面，中國產嘅可以賣2800美元左右，比德國同類產品平差唔多一半，而保養費用更低。計咗下數，每年電費先得100幾蚊，老式燃油設備揸油錢呢就差唔多800幾蚊。有位開工程隊嘅美國人話，雖然以前覺得小機器唔靠譜，但係睇到人哋用得咁好，而家自己都喺度考慮換走老舊設備。據美國二手工程機械網站嘅數據顯示，2025年中國迷你電動挖掘機嘅搜索量同比上漲3-4倍。反觀老式燃油機嘅關注度大幅下降，而後生仔係主要購買群體，有60%年輕人表示想買。有啲係出於環保考慮，有啲就想自己肉手打理庭院。不過呢種迷你挖掘機亦都引發過爭議。喺農業機械展上，有人投訴佢定位唔清，既唔似玩具，又唔似專業設備。但用過嘅人都覺得用得順手就得。亦都有人評論話佢涉及得太超前，可普通用戶根本唔在意。
管佢定位點樣，可以解決問題咧就係好機器。而家呢種迷你電動挖掘機已經滲透到咗美國多個場景㗎啦，唔少家庭用佢打理小型農場或者菜園。以前請人做嘢又貴又麻煩，而家自己喐手就可以完成。有位老太太用佢整理後院，從此終於唔使專門請園丁啦。連市政工程招標咧都開始傾向電動設備，部分地區甚至明確要求投標方咧使用環保機械。目前美國唔少工程機械鋪都喺度引入呢款迷你電動挖掘機。有連鎖店老闆話，貨倉入邊賣得最快嘅就係佢。仲有工人喺論壇發帖話，公司換咗30台呢種機器，唔單止慳有錢，維護成本亦都低，慳咗唔少開支。可以話中國嘅迷你電動挖掘機已經成為咗海外工具界嘅網紅，從家庭園藝到小型工程隨處可見。前段時間，一位生活喺法國嘅海外視頻博主，因為開箱體驗嚟自中國嘅迷你挖掘機而引發大批關注。從拆箱裝配到調試實操改造家庭農場佢發佈嘅迷你挖掘機系列視頻唔單止收穫咗超百萬嘅點擊量，更令海外用戶對中國迷你挖掘機嘅精巧同實用充滿好奇，意外掀起一股熱潮。呢位法國博主當時正喺度計劃改造自己屋企個農場，為咗減輕農活負擔，佢同老婆商量之後，從中國寧波採購咗一台迷你挖掘機。呢台設備漂洋過海抵達法國之後，計埋運費，總成本約2500歐元，折合人民幣1.7萬蚊。親民嘅價格，靈活嘅功能，令博主直言遠超預期。視頻中，佢用呢台迷你挖掘機輕鬆完成土地平整、溝渠挖掘等高效便捷嘅操作，令唔少海外網友留言詢問購買連結，亦都令中國迷你挖掘機嘅口碑喺海外民間悄悄然發酵。然而呢位博主嘅體驗並非個別例子，近年嚟中國迷你挖掘機正迎嚟全球銷量熱潮。國內某挖掘機經銷商透露，2025年自己生產嘅迷你挖掘機喺歐美市場銷量同比增長咗145%。為咗配合唔同國家嘅使用需求，部分廠商仲推出咗個性化定製服務，例如針對歐美嚴格嘅環保標準，優化排放標準，根據用戶使用場景調整發動機參數，甚至定製操作界面語言，令中國小挖更貼合海外嘅市場需求。喺跨境電商領域，中國迷你機嘅熱度同樣顯著。深耕阿里國際站機械外貿10年嘅山東幾間商戶就係呢股浪潮嘅見證者同參與者。佢嘅店鋪每月收到嘅迷你挖掘機相關詢問突破咗1萬條，連續數年成交額以1300%嘅速度增長。海外客戶對迷你挖掘機嘅需求比我哋想象中更旺盛。佢嘅創業故事亦都可以稱得上係中國迷你挖掘機外貿發展嘅一個縮影。2017年初，佢同3位合夥人夾錢開通阿里國際站。最初間公司淨係得4張寫字台、4部電腦，既冇明確分工，亦都冇經營策略。與其話係公司，不如話係幾個外貿人圍埋一齊做平台。嗰年因為產品定位模糊啦，缺乏核心優勢，佢哋蝕咗30幾萬蚊。但係痛定思痛之後，佢迅速調整方向，佢將噴塗機定位為基礎主營產品，同時重點引入迷你挖掘機等高單價、高利潤嘅品類，並鎖定需求旺盛嘅歐美市場。為咗打消海外買家對貿易公司嘅厭惡，要求所有訂單通過平台信用保障體系收款，將交易數據沉澱國際站店鋪中，逐步提升店鋪嘅權重同口碑。2021年佢註冊自有工廠，
正式啟動自主品牌迷你挖掘機嘅研發。佢坦言，研發自主品牌嘅核心係為咗掌握產品主動權。當時部分同行為咗搶訂單，採取自殺式降價，甚至透過降低配置壓縮成本，而佢卻堅持唔犧牲品質換訂單。佢一方面透過自主採購鋼板，自製部分配件，降低現有產品成本，讓利客戶；另一方面投入資源研發新機型，喺液壓系統、操作靈活性上精益求精，靠口碑留住長期客戶。而家佢間公司已經實現年銷售額過億，成為阿里國際站迷你挖掘機領域嘅標杆商家。同大型挖掘機咧需要專業人員操作持證上崗唔同，中國迷你挖掘機咧因為操作簡便、體型細小，唔使專業證書就可以上手，啱好切合海外家庭用戶嘅需求。喺歐美國家，唔少農村家庭會用佢嚟做鹹測改造、蔬菜大棚挖溝、綠化帶修剪，甚至庭院翻新。而喺非洲、東南亞地區，佢就成為咗小型農田水利工程嘅主力裝備，既可以應對複雜地形，又可以控制作業成本。從產業鏈嚟睇，山東濟寧等地係中國迷你機嘅核心產業帶，聚集咗從配件生產到整機組裝嘅完整供應鏈。唔單止可以保障產品質量，更可以將成本壓制喺合理區間。更輕便嘅機身、更親民嘅價格、更貼合家庭場景嘅功能，成為咗中國小挖出海嘅核心競爭力。好啦，今日嘅內容到呢度就結束啦。如果你中意小編嘅影片，仲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俾更多嘅人一齊見證中國進步。關注我嘅頻道，咁樣既可以回顧往期視頻，又唔會錯過之後嘅精彩內容。咁我哋下期節目不見不散。